我叫你神。以为是贼，哎妈，挖苦啥我靠！哟，代理村主任，你干什么不摸两下代理了嘛？代理人家的。走，给他2块钱。哎，非常粉，哎，冲动不得了，啥子是魔鬼？啥子呀？冲动是魔鬼。太可笑了！有弹幕机构。不得，有回事。是这个样子的，今天上了地方，去跟老朋友搓麻将。哎，你不是不跑远的嘛？居然还不小子，要怎么说呢？还不是那个，要跟婆娘扯个把子才得行。哎，我就说从头搞样子技术培训，我去听课。好，讲定了啊！你别说，这天打麻将是吧？有得很，有点那个嘛，对。哎，刘娃子，今天耍会儿嘛？要吃烧不？哎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哎，吃了2点好，我走了，走。耍会儿再走噻。打麻将找你们妈妈哦，哎，打麻将找妈妈找你妈妈，哎。喂，对的嘛，我就是干这点噻。哎，对，那鬼儿在这里，哎呀，好痒。你爸爸打热的杨蓉蓉，我你妈妈把你爸爸打热的杨蓉蓉，啊？没打过。我两回去看你爸爸还打热的杨蓉蓉，哎，你看嘛，因为我的洋芋给人打。我听他们说的。是啥子？你看嘛。是啥子嘛？有什么呢？不要人嘛。 1、不对。 2、3、4、5、6、7。他那个图凳一下打过去。那。哎呦喂！哦，晓得了，你们还要是群众演员哈，不要紧，在这方面我们城市很有经验的，你就放心了嘛。哦，对对对，哈哈哈。你狗屁村主任！狗屁！哎呦喂！ 就搞这个样子，你要改了，打我的话，你不能劝还好些，你不能劝我就只能一步，你一劝我原来是不行，这个狼毒画面是太毒了吧？毒，1、2、3、4，这么多个毛，你会能接着？这样子。 我就赔你这么多个鸭蛋嘛！周哥，现在我们村有一个拍电视当演员的机会，你愿不愿意去？啊？好多拍的好多时候的，太会的正常了，不笑。我是吧？代理村主任，很快我可能就是正儿八经的村主任了。 这回人家剧组用幸福城来选了景，还要一些群众演员，由本所人全面来协调安排。哎，你不要说二点，我在关键的时候没有想起你钟哥哈。真的呀？当然了。那就这么定了，那就定了。 7人有
生病了。趁读书之时，请勿打扰。3个零就是哎呦。哎呀，我不懂嘛，我晓得。好看你都不懂。来吧。哎，听着哈。知书达理啥意思？知书达理。咋说的？我才背了的。哎，要不要我提醒你？不要，我晓得。知书达理就是不仅仅要学会书本上的东西，而且要学会送礼。哎呦，不学无术啥意思？不学无术就是不学习就不得技术。懂了吧？能完了嘛？眼镜哥哥是有不？啊，好，都一人一批。天王吃一半，吃一半么？这个拍电影，我晓得，也拍过啊。那个，去啊！你就是那个。哎呀，哈哥妹，你听我说嘛，大概坚持做人了，我是做人了。听到？我平时经常跟你们说，要提高我们每一个人的素质。啥方面素质，提高素质。有点少嘛。哎呀，天哪！有点不太方便。我向左转，跑步走，走。哎，这咋个掉？我是反了，你真反了。这件事，一会儿等他们的对比完了以后，你的镜头就慢慢拍的。哎，一会儿咱们啥子？来，我在这儿，你在哪儿去？就从这个演员的脸上啊，就把镜头要向后面来个火花，好，现在那边不管很好看，景色也很好，好，这样镜头就好看了，好。张小博士刚刚这样说话，大概全部要看到了。好，各部门注意了啊！预备，开机，开始。停！哎，就是你，你这一直背向了镜头呢？啊，要面向镜头，要有镜头感嘛。哦，哎，你说要有这个镜头感。哦，对，面向镜头，好，晓得了。注意了啊，重来。注意了，预备，开始。转个。我喜欢佳佳，炒菜用佳佳老抽酱油，凉拌用佳佳生抽酱油，佳佳酱油炒菜用老抽，凉拌用生抽。多少时间了？ 1893年，第1万个食品罐头，100年专注。
品味，金奖罐头步步领先，广州鹰金钱。想让眼神更有吸引力，试试全新强生2。新扬州美头2片仅售80元。没有，没有。有谁家个买的新疆都好嘛？啥子袖子花，你个新疆有点不太好。对噻。啥你个？这还叫成品，成品型，有把粉丝给热。分330，捷径升级。配方健康再升级，全家更健康。不伤手的立白，双重升级上。名品云集的建材之都，令您心动的价格，真正放心的一站式购起服务。搞装修、买建材，请到西部家居来。新的水星，新的时代，升华艺术，创新生活。练一张床，爱一个家，水星家纺。内涵东郎，自在显风范。要是取掉了红枣馅为之炫动休闲1人玩。上面啊，好几个为了红枣为馅，智难装。 700元。我有个好助手，我的一家上网速度飞快，理财随脚可以把说嘛。宽带还能漫游，马上连手机都是宽带，信息我去多面手，的是原路生就活好助手。人家背都没得背我的一家。他去5元，他去10元，你神各部门注意了，预备，开机，开始。那个自然。哎，来个天，不都拍吗？你要有个反应噻。是的，有个大镜，这还有个大镜。好，你好啊，预备，开机，开始。大镜1万。咋个台词？台词啥个的？大镜，就写大镜嘛。大镜是表情，晓不晓得？是表情啊，大镜是。哎，不晓得，不晓得，对不起，哎。哎，准备好，重新来啊！预备，开机，开始。大镜是表情。这是看不懂，基本是听不懂。嗨，你们这文化。他没有你讲到你的意思，他还没演过戏。没演过戏，跑到这儿来做啥子？哎，哎呀，简直浪费我的时间和金钱，浪费我的时间和金钱是犯罪，晓不晓得？哎，晓得，哎，他就不晓得。哎呀，你怨着他，他没得文化，他没得头脑，没得父亲，我没得办法，干着点儿。你说哪个没得头脑？哎，你说哪个没头脑？哎，你说的是表情，我说的是表情，我没得。